来看新北市当日咧举办传统艺术展演的活动，顶礼拜就邀请到有得到人间国宝这项肯定，歌戏后场文凭的前辈者林德华老艺师，还有歌戏名演员洪明雪共台献技艺。因乡人用心计较，要甲一手功夫传落去予后辈，就是望歌戏外台做话戏的艺术，千万都唔通断。 甘愿随啊，林家花园内底歌戏出老侪起鼓，歌戏界老先角林德华艺师和洪明雪老师，伫咧这道新北市的传统艺术展演活动当中做伙合作，前后场配合甲密，吸引侪侪戏迷特别来到现场。 洪明雪老师是伫阮歌戏界内底最有名的个前辈，所以特别来看伊的表演。洪明雪老师年岁已经超过80，伫台顶游玩是风采万千。身为新北市文化局传统表演艺术的保存者，伊嘛正用心咧看教后辈。就是讲小大吼，讲爱小声讲，哎哟。 我无爱你的金，无爱你的玉，爱你心肝袂明白。这小大要甲小生求亲，就为下海甲伊好一个。人讲做戏3分前场，7分后场。林德华艺师带了民权歌剧团的新生代，目睭掠台顶看甲真认真。万世言，千年吹。哦，这个吹分了几千年，也分袂好听。 传统的艺术，唔是讲遐简单，要跟老师一段会磨练。人间国宝林德华艺师身边有艺生对咧学吹奏，伊的后生嘛是民权歌剧团的团长表示，即马功夫要传承是愈来愈困难。因台语听无，所以因第一点是来学台语。第二呢，因也会晓看戏。头一年去，也讲说，哦，要戆戆，因为袂晓看戏啊，阮爱看顶悬演员唱啥。 话戏无固定的剧本，嘛无固定的谱，专业好演员、乐师现场临卡去应变，所以逐日做戏拢会有无同款的趣味，就等戏迷行卡到欣赏传统艺术万千的变化。记者尤维珍新北报道。